再来看桃园市政府呢，最近是查到10大农地违建，这面积是拢总超过1万平方公尺。监管处表示讲，会伫1个半月内全部拢甲拆掉，费用会甲所有权人来讨。另外呢，针对桃园市火灾预防自治条例有11间高风险的这个场所，即嘛已经列管，若阵拢无改善，就会正做是后一波优先拆除的对象。 田地顶面搭一间又搁一间的铁厝，电火条啊也搭买卖田地广告。桃园市府最近查到10大大型农地的违法建筑，总面积超过1.1万平方公尺，等于是28座篮球场。农民讲做是真辛苦，一大堆人在卖田。为什么一堆人要把田卖掉？年轻的不做啦，以前的老人家很会讲，会写5年了。 即使讲现在不好做。监管处表示，2016年5月20日了后，新增加的时间当中的大型农地违法建筑是上优先拆掉的目标。到今年2月28日，列管445案，已经拆273案。最近清早公布拆掉的10大大型农地违法建筑，大园3间，平地2间。 北德、罗德、鼓山、中德、甲新屋分别1间，其中5间是当日起就互发现。接下来我们会针对今年公开的火灾预防自治条例，经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列管的11处危险场所劝导而仍不改善者，将会成为下一波的优先拆除对象。针对10大大型农地违法建筑，监管处表示，会伫1个半月内全部拆掉，拆除的费用会向所有权人求赔偿。 另外，针对桃园市火灾预防自治条例，列管11间高风险的场所，后续对早若有违法的事实，并且无修正，会列作后一波优先拆除的对象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